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将做到时尚杂志的封面的人物。这个穿插甲平常时也真无共哦。原来哦，咱的阿中部长嘛会当遮尔啊，拍哩拍哩。挂乌青的目镜，穿风衣，做新式款的，看起来够面熟面熟。就是即阵啊，你逐工拢会伫电视顶悬看到的卫福部长陈时中。真少看，你阁会发现讲背景就是卫福部有阳台，阁有车回转的时阵，一定会经过石砖的地板，阁来换一套空色的大衣。毋那是烟头，阁有领导者的气质，看起来比较那个书生世家文青味，很时尚，很 high fashion， 还蛮好看的，穿大衣蛮适合的。开记者会时阵，伊是安尼打扮。在台湾里面哈，是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阁有伫台南坐车佚佗的时阵，轻松的穿插。月幕低垂的时候哈，很凉快。即摆阁无啥共款，民众安怎看？在新闻上面看到的感觉不一样，可是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形象。当然，摄影嘛爱反映陈时中的生活，特别找来临时演员挂喙暗，伫电梯内底和阿中部长做伙翕相，而且是用乌白色来表现。看起来阿中部长伊的风调已经对医疗专业进入时尚界。